向前搞早，欢迎收看今日9月2日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珠。今开始，咱来关心昨午台北市内湖发生一台3层步客运的公车，亲像司机驶甲独居，规台车直接驶去人行道，弄倒24台奥多麦，造成路边一个查甫人死亡，也佫有一个警察受伤。台北市副市长黄珊珊是要求警方爱调查，嘛要求公车业者爱负起全部责任，袂使干那讲是司机驶甲细神戆神，安尼代志就准煞。伫咧下班时间，台北内湖路一段车流量真大，一台3重客运拿26线的公车，向失去控制，冲去咧人行道，规排公车拿像保龄球共款去互弄倒，还是搞过。当下听到一个声音，嘣一声的时候，车子就开始走到那个人行道上面来了。然后滑行了大约50公尺，都在人行道那边跑。日暗时8点外发生意外时阵，对面的轿车拄好落到这个过面，公车先弄到人行道顶悬的一个男性，结果弄到一个拄好当地执勤的警察。会当看到事故了后，头前的下骹佫有掉真侪台奥多麦，这个超50岁的男性当场就无喘气甲心跳，送病医疗无救倒转来。30多岁警员阿妈棍甲梁具真侪所在受伤，人也佫清醒，啊若是公车内底乘客好佳在无人受伤。后面那个比较严重一点。后面那个已经要那个哈，警察就坐在地上，可能已经骨折了，站不起来了。司机的精神状况怎么样？他会慌张，他就很慌张，会怕要发生事情。警方初步判断，47岁姓柯的公车驾驶，若像因为伤忝拄旧转来出车祸，转会向过时第4罪来侦办。台北市副市长黄珊珊去病院看受伤的人，伊嘛表示讲，这车祸伤离谱。谁拢想袂到会伫咧人行道去互公车弄，伊嘛要求警方调查，公车业者嘛应该要负责，袂当干那甲责任推互司机。记者综合报道。再来关心立委涉嫌集体受污洗这个案，昨昏检方依照违反贪污治罪条例，对民进党的立委苏振清、国民党的立委廖国栋、陈超明以及时代力量前党主席徐永明等人提起公诉。变卖国家公权力，沦为理性被告所豢养的家臣。对于坚持遵循最高行政法院判决决定，依法行政的公务员为鞭笞、骚扰及恫吓。这件案件检方办案的团队都监听到发动侦办，用要4年的时间调查到事情经历有65种卷宗。起诉书当中指出，太平洋流通前负责人李兴良涉嫌透过担任白手套的郭克明，甲真侪立委污洗，利用这款压迫经济部官员撤销汰留证书登记，而且推动修法，想要甲所有的经营权抢回来。涉案的立委值钱金额上悬的就是苏振清，要甲2580万，甚至是用借贷手法来暗砍值钱的行为。另外，国民党籍立委廖国栋是3届销售，总共790万，甚至佫捌甲助理赛车去饭店外口摕钱。啊，若是国民党立委陈超明是涉嫌值钱100万。啊，若是徐永明涉案，迄当阵伊烦恼举办公听会，会得悉李兴良的对手徐旭东。啊，毋过时代力量的经费报告，佮拄着立委选举有资金的需求，才答应办公听会。落尾因为收钱的方式超袂拄好，无摕到后手钱，敢若基约的行为。检方嘛查出无党籍立委赵正武涉嫌偷走税，佮拿手替业者压迫营建署，甲永民山国家公园土地变更做民众用地，互检察官提起公诉。这件立委涉嫌值钱案关键人物李兴良甲廖国栋的助理丁福华，为着要争取减刑，侦查当中已经承认全部犯案行为，而且全有点证据。前立委陈东山是得到无起诉的处分，因为涉案的立委还未去互替代公权进证。立法院开议期间薪水是照领，专案起诉了去互扣押立委，会去互法官裁定继续扣押，还是交保嘛受到大家关心。记者综合报道。检方已经起诉啊，毋过法院即马是认定立委苏振清、陈超明、廖国栋各有收押禁见的必要，所以依照宪法征收条文的规定，要收押进前发公文予立法院，等立法院同意。透早4点外，法警甲公文送去立法院，因为立法院已经开议，照宪法征收条文的规定，封口的立委需要立法院同意了后，才会当做后续的强制处分。所以合议定先甲立委苏振清、廖国栋等3个人暂时扣押伫咧法院的候审室。啊，毋过法院的报警讲无权利收受来拒绝，28点会搁定送。担任白手套的郭克明面对镜头是无讲话，啊，毋过却临时伫咧裁定进证认罪，合议定入地郭克明100万交保，限制自己。
若是廖国栋的办公室主任丁福华，因为早就升级法案，而且退回不法所得，以50万交保限制自己。合议庭嘛裁定苏进前办公室主任以学洋甲陈超明办公室主任刘文义涉嫌重大扣押禁见。感谢法官和检察官和我清白哈，谢谢。面对镜头，立委对政府讲感谢法官协议清白，会伫立法院做进一步的说明。北院合议庭认为讲，对政府所犯的财产来源不明、偷走税罪，拢是5年以下的轻罪，已经明确论述，而且检方的搜证真详细，无串证被证的记录，所以裁定对政府请回。伊办公室的主任林家琪是以100万交保。记者综合报道。因为立法院已经开议要收押立委，爱立法院同意。法院伫早起的时已经把公文送到立法院。立法院是表示讲，收到公文了后，会请立法院长游锡堃找调解协商做伙讨论。因为这案牵连到国民党、民进党甲时代力量的立委，三党拢表示尊重司法，等待调查的结果。台北地检署22依照贪污治罪条例起诉前时代力量立委徐永明、民进党立委苏进清、甲国民党立委廖国栋等12人。时代力量中央党部开记者会表示，静待司法结果，会加速推动制度性改革。时代力量前主席徐永明涉及搜国案遭起诉，造成社会大众纷扰。我们时代力量这边深表遗憾，我们同时也会以最谨慎、严肃的态度来看待党内的制度改革。没有什么其他的评论，就是尊重司法。如果是起诉后交保，就没有这个续押的问题。你要羁押现任的立法委员，需经立法院院会同意，我们也只能静待司法调查。宪法征收条文规定，立法委员除了现行法以外，伫会期中会经立法院许可并逮捕或实施拘禁。如今立法院已经开议，确实地检署要收押被告，爱听顺立法院的许可。立法院秘书长表示，检调是不是收押，爱法文经立法院同意。如果他们要再延押，或者是要再做其他的动作的话，也许就一定要给我们文，让我们来做同意与否的决定。立委勘涉一体受贿案，游说法早已经明定向立委游说拢爱登记，按过立法13年来游说登记案，干来402件，立委已经在修法。过去讲说大家就用桥事情，其实桥这件事情在专有名词上，你也可以称之为游说。只是这个过程到底多公开？但如果设有不法的时候，检调或者是相关的这个监核，能进国会讨论跟查办吗？完全是不行的嘛。所以很多还是在自律的前提之下。民众党指出，即卖法律对游说真情请愿定义拢无够严格，甚至将政治现金法脱钩。民众党会提出游说法修正草案，加政治现金法修正草案，落实游说定义。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今仔日的早报重点，咱先来看《澎哥日报》。国际调查记者东玲发布调查报告，讲德意志银行、甲汇丰银行、渣打银行伫过去18年帮助北韩、伊朗在国际制裁国家来洗钱，涉嫌的金额有58亿新台币，这么多。来看《联合报》，文化部宣布讲，国际影音平台正道计划要改委托中央社来办理。文化部长李永德是表示讲，中央社虽讲是国家通讯社，也毋过一直拢用专业在处理新闻，所以政府嘛袂去插手。来看《中国时报》，日月潭这礼拜日要举办1万人收水的活动，所传出即马内底鱼仔伤济，因为目前是外来种鱼虎生炭期。南投县政府的农业处当地想办法掠鱼仔，已经掠到超过4000尾鱼仔，比去年加出1倍。中国的军机最近是伫透射来台湾飞过海峡中线，近日咱的空袭。对此，中国的外交部长外交部发言人昨昏是表示讲，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所以并无啥物海峡中线这款物件。不过，咱外交部是谴责中国阿爸唔通伫透起无空。中华民国空军广播，位于台湾西南空域，高度3000公尺中共军机，注意！你已进入我空域，影响我飞行安全，立即回转脱离。中共军机日伫咧早起9点外、10点外，甲下晡4点外，3届侵入台湾西南空袭，这已经是中共连续4天去用记录到侵犯台湾的空袭。空军照机咧公布距离，毋过伫18时，中共飞行员捌回应讲无海峡中线。针对这件代志，中国外交部嘛表示，根本就无海峡中线。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不存在所谓的海峡中线。我们正告美方，台独
是死路一条，纵容和支持台独，注定要失败。针对这个言论，台湾外交部强调讲，中华民国台湾是主权国家，政府伫领土顶悬行使有效排他性的管辖权，这是无法度否认的事实，嘛是台海两岸的现况。台湾跟中国之间，我们以海峡相隔，多年来两岸对于中线的默契，这是成为避免军事冲突以及维持和平稳定的现状的象征。中国外交部的说法，一如摧毁一国两制的港版国安法，也将摧毁台海的现状。外交部嘛强烈谴责，而且要求中国停止这种这么直接的扩张主义。另外，解放军空军19传一段影片去网络，内容是战略轰炸机轰落去，模拟去炸敌军的基地。这段影片所去网友发现讲，偷用3出美国电影，包括《变形金刚》《复仇之战》。危机岛上电影内底炸大爆炸的画面，甲绝地任务轰炸恶魔岛的画面，引起各界讨论。记者综合报道。中国军机最近直头扰乱咱台湾，国防部甲国军战备规定的头一回攻击，改做是自卫反击权。若是依照国际法，领空防入侵就会当拍转去。江基南一直交代，国防部将国军战备规定的第1级定义修改为自卫反击权，持武者事无惊敌人，避免冲突的3原则。那强基对咱国进行攻击性的准备时，咱国就会执行第1级的自卫反击。我们告诉他，第一个大原则就是不要引发事端，不要引发事端，不要擦枪走火，但是不畏战、不怯战，那么该有的自卫的反击必须要反制。说领空遭到入侵了，那就可以直接遂行自卫权。如果受到敌人威胁，那第2个回避之后，如果对方还是采取敌意行为，那就是合法的自卫。以国际法联合国宪章第51条，国家伫领空领海并对外来入侵有行使武力自卫权。专家认为，将第1级甲自卫反击的中文概念分清楚，对提升士气、维护和平现状有帮助。另外，顶礼拜汉光电脑兵推结果，那面临强军8号攻击，国军恐惊面临精准弹药不足，被赴向美国采购。国防部澄清，汉光兵推是做上级嘅推演，并没有弹药不足的问题，但是为了因应新情势、新的威胁，兵棋的推演，设定最严酷的一个作战场景。以公开资料来看，比如说反战车飞弹就不下大概3000枚，还有爱国者加上天宫1、2型，加上3型，这些加起来可能是将近800枚左右。专家表示，当前精准飞弹像天宫飞弹、爱国者飞弹，正是营养部队팀作战的重要工具。未来精准飞弹伫台湾军备中永远是重点方向。另外，中国解放军继续伫台海演训了后，日一开始伫黄海进行连3天的实弹演训。国防部表示，充分接合中。记者综合报道。在做伙关心天气，即马伫日本南边海面上的热带性低气压，昨下晡已经发展做今年第12号的风台。这礼拜是风台会行去日本，若对咱台湾无直接的影响，咱台湾的天气安怎？咱来看云图。今日甲明仔载2天，因为东北风减弱，各地是侪云到好天，只有华东地区甲恒春半岛有短暂阵雨。过昼了后，伫南部甲各地山区有西北风。伫温度的方面，早暗各地是较凉冷，低温大约是25度到26度；日是伫北部、东半部高温大约是30度到32度，若中南部高温大约有33度到35度。其中，伫中华南投有可能会高温达到36度。空气品质的部分，今仔日头东北风甲境外污染物吹到咱台湾，伫西半部空气品质拢无啥好。中部、云嘉南、高雄、屏东空气品质是柑仔色的提醒，若过昼了后，搁较热烈，有可能会达到红色的警示。咱国内新增加2例对境外入来的新型冠状病毒的疫情病例，这2个台湾人，一个是对印尼，一个是对缅甸转来咱台湾的。目前咱台湾计共509例。国内个新增加2例新冠肺炎境外移入病例，全部拢是台湾人。第508例是10外回男性，今年6月到印尼工作，9月17出现发烧、鼻无这症状，暗过无伫当地看医生。9月19等下回国入境时有发烧，佮主动告知症状，伫机场采检了后确诊。第509例是30外回男性，去年4月到缅甸做生理，今年9月17入境时无症状，因为甲进前确诊的505例坐同一班班机，而且是前一排座位的旅客，被列为居家隔离对象，入境当暗陆续出现家属发烧，食无自备这症状，送医采检了后才确诊。
缅甸现在的疫情是总共是5805例啊，94例死亡。它昨天有到最高一天是671例，所以它整个疫情都是在上升哦。指挥中心表示，虽然第509例甲505例是共班机，不过两人无关系。第509例是一人公司，平常时一个人食饭。另外，针对有媒体报道，501例是某一个做野大厂员工，有男名员工甲伊有密切接触。不过，当个台湾却是居家检疫，毋是居家隔离，恐惊正做防疫航班。指挥中心解释，这两人入境时采检拢是阴性，而且9月初9了后，甲501例无接触，则列为居家检疫对象。这6位因为从9月9号之后就没有再碰到这个501，所以我们后来都把这其他6位都列为居家检疫。钟英雄强调，目前国内倒来拢爱居家检疫，由村里干事居家检疫关怀，居家隔离是甲确诊者接触人，由卫生单位追踪关怀。无论是倒一种，拢爱隔离14天，期间若出现症状，才需要采检。基本上这两种无伤过大差别。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来关心，即马全世界新型冠状病毒的疫情也在增加。即马伫全世界的病例已经超过3100万例，死亡人数有96万人。咱来看上新的统计，咱台湾昨昏加2例，目前计共509例。中国的病例有85000多例，香港有5000多例，伫日本是超过79000例。全世界疫情上严重的前3名是美国、印度甲巴西，美国已经超过700万例，伫印度是超过548万例，巴西超过454万例。欧洲的国家西班牙已经超过67万例，英国超过40万例，伫法国超过49万例。镜头来意大利的水都威尼斯，即阵因为无游客，旅游的品质甲环境拢变好啊。不过意大利该度封锁3个月啊，甲呾也是无观光客。威尼斯在地经济强要挡袂牢啊，嘛，互当地人在思考讲，敢要改变经济形态。伫咧今年休热时来威尼斯佚佗的旅客，普遍拢有这个感受。Tranquille, c'est plaisant. J'étais ici il y a des années déjà et il y avait beaucoup plus de monde. Le volte per camminare dovevi fare così con la gente, per cui sicuramente meno turisti. 休热是旅游的大月，伫咧大运河边仔的饭店业者，煞甲介绍感觉用过港期的1/3，希望会当吸引游客来遮住。E dopo chi è più forte, chi ha un po' di soldini messi da parte riesce a sopravvivere. Noi già pensiamo a novembre di chiudere. 威尼斯社会内底100外小岛都有共款的问题，以玻璃技术真有名的穆拉诺岛来举例。过去30年，这对兄弟一直伫咧岛上来做彩色玻璃。从3月大封锁开始到今仔日，工作室的玻璃窑一直拢是关起来状态。I forni sono spenti perché non abbiamo lavoro, non intendiamo guadagnare chissà cosa. A noi basterebbe riuscire a lavorare tranquillamente. 过去10年，超有3000万的游客来威尼斯佚佗，向游客量减真济，嘛互当地财政带来真大冲击。Casse pubbliche di Venezia hanno perso 100 milioni di entrate in questi mesi, da qui a fine anno prevediamo questa perdita. È una perdita importante perché finanziava servizi importanti. 真济以观光客做方向的市政服务，5月份开始就无法度去营运落去。当然，当地人生活所需要的经济活动嘛减真济。Venezia ha puntato solo sul turismo, non ha puntato sul veneziano. 甲15年前比起来，目前住伫咧威尼斯的人数是减少3倍外，敢若15000人左右。大部分的人只是伫咧城内底做工课，暗时就出城转去厝里。红列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之一。生存伫咧社会生态系统当中的文明，要安怎改变，才会当永续经营落去？威尼斯人目前是感受到真大的压力。记者综合报道。那中非的国家卢安达，因的政府执行严格的防疫措施，即马大卖场已经无做生意啊！要坐公车一定爱挂喙罨，若无会防发。伫首都有一阵艺术家用显目的色水伫街仔路做壁，要提醒大家爱遵守防疫规定，同齐对抗病毒。一手提颜料，一手提画笔，伫壁顶画5花10色的图案。逐工早起画家罗兰拢会来遮的壁画图，毋若是好看，
而且也要向卢安达首都基加利的市民传达重要的讲话信息。In my painting, I encourage people to stay strong, to always wear a mask, and hope for the best. 罗兰是社区计划 Korima 的成员，这个组织用艺术激发公共参与，促进社会改变。自7月开始，在市区路边的壁面画图，用强烈的色彩、基因主义传达防疫观念。We hope that using artwork and helping spread the voice of artists and the messages of creative people in society can help reach audiences with that message of behavior change and can inspire them to take care of themselves and to do the behavior changes that are necessary to protect everybody. 民众讲，只要行经过，一定要这款图吸引加看一下。 nyine tu ni nko kwibutsa abantu mbona ari nko kwibutsa kuko urabona ni igishushanyo gifite amakurere agaragara bya hatari amakurere akeye akurura amaso none iyo ukibonye wabona nk'uriya muntu uriho wambaye agapfukamunwa nawe biguha kwibuka yuko ugomba kuzamura agapfukamunwa 为了要让更加多人看到，佢哋马拢挑工进迄寡人车较侪壁面画图，而且画进前拢会经过建筑物主人的同意。因讲，等疫情过了，画主题会改做环境保护为主，也希望未来会让行出首都去规个卢安达会。卢安达国内病例数相对较低，不过政府依然执行严格防疫措施，大型市场停止营业，市区的公车要出入城拢受限制，民众出门若无挂水烟。 或者是违反暗时7点的宵禁，相关会罚代票600块。记者综合报道。美国有史以来第2个联邦最高法院的查某大法官露丝贝德金斯伯格过往的消息，即马嘛可能会影响美国的总统大选，因为川普是表示讲，伊伫即礼拜就会提名新的人选，不过伊的对手拜登是认为讲，新的人选要交予后一任新总统来决定。 I will be putting forth a nominee next week. It will be a woman. 在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做大法官27年的金斯伯格过身的消息传出的隔天，川普在北卡罗来纳州的竞选造势活动，表态已真紧会提名继任人选。 两位进前受川普恶落的联邦上诉法院女法官艾米巴瑞特甲芭芭拉拉戈，目前被看作是上可能的人选。两位的政治立场拢倾向共和党保守派路线。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诺已经表示，若是提名确定，伊会推动赶紧伫选前通过新任大法官的听证任命。那安尼最高法院保守甲自由派胜出比例会为5比4倾向6比3。 对保守派阵营伫对提权、拥枪权、投票权，甚至同性平权甲死刑等议题实现因的主张有帮助。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20日费城的宪法中心批评川普做法人权，佮引用金斯伯格的遗言，继任大法官应该由2011年元旦宣誓就职的新任总统来决定。So I appeal to those few Senate Republicans, the handful who really will decide what happens. Please follow your conscience. Don't vote to confirm anyone nominated under the circumstances President Trump and Senator McConnell have created. Don't go there. Uphold your constitutional duty, your conscience. Let the people speak. 记者综合报道。 来关心印度，佮发生大楼崩起的意外。伫西部的皮文迪这个所在，昨透早有一栋3层楼高的建筑物崩起倒去，上无有造成10个人死亡啊，其中有8个拢是囡仔。救援人员即马估计讲，也佮有20个人掉伫内底。 救援人员伫建筑碎片当中，做伙把一个生还者救出来。这个真好运，互救出来查甫人规身躯垃圾，啊，毋过头壳佫真清醒，互现场的人员拢真欢喜。这件楼仔厝倒起的意外发生伫咧印度西部离孟买15公里远的皮文迪市。伫当地时间8日透早3点40分左右，所有人拢还佫伫困，一栋3层楼的建筑熊熊崩起，为结果严重变形，3层楼是变做1层楼。救援人员估计目前尚无够20人互掉伫内底，因为结果本身已经真久啊，抢救真困难，敢若当靠手工的工具来挖。 आप देख रहे होंगे कि जो ऊपर की जो ये राइट साइड की बिल्डिंग पूरे जो स्लैब्स हैं वो टिल्ट हो चुके हैं, झुके हुए हैं और ये भी पूरा स्लैब्स जो कि पिलर्स पे हाफ पिलर्स पे अटका हुआ है। इसके अंदर रूफ बना के जाना ये बहुत कठिनाई का काम है।
根据报道，这栋建筑超过30年，已经被列作危老建筑。政府在事故发生之前，捌2届通知住户撤离，准备要进行修理。不过这项工程因为疫情风险转来延后，想袂到煞咧拄到黄霜雨季。外界判断，只有可能是因为连续几啊天落大雨，地势地基震动，才会造成这件悲剧。印度过去伫6月份至9月份的黄霜雨季，常常发生老建筑也是违法建筑倒起意外。若是这件放弃意外，目前已经知影上无10个人无命，其中8个是囡仔。记者综合报道。今日国际上还有甚物大代志？咱做伙来看世界。美国今日表示有摕到联合国的授权，要对伊朗的国防部，还有委内瑞拉的总统马杜罗实施制裁，而且要求欧洲的国家爱对咧做。不过联合国是讲美国无这个权。国际特赦组织是调查发现，有几啊间欧洲的公司卖所谓的监视系统给中国，因呼吁欧盟爱出面针对出口加强管制，避免欧洲真做去替中国侵害人权变作凶手。来看新型冠状病毒的疫情拖全世界，新加坡即马研发自动检测试剂的机器人，这款机器人会使伫20秒就完成采样，会当降低医护人员去围着的风险。目前，这款机器人正在进行临床试验。来关心海峡论坛，即马伫厦门举行。中国的全国政治协商会议的主席汪洋并无到位，伊只用视讯的方式伫大会致辞。伊讲台独是绝路，台湾只不过是中国的基地。不过，咱陆委会是批评讲，这届的海峡论坛并无实质的内容，而且完全未堪及台湾人的经验。第12届海峡论坛如期伫厦门举行，甲英国无共款。中国全国政协主席汪洋以视讯的方式伫大会致辞，讲台独是绝路，也让陆委会嘛强势反驳。台独是绝路，在某些外部势力眼中，台湾只不过是与中国大陆博弈的棋子。统战大会海峡论坛阐述没有实质内容的融合措施，完全经不起台湾人民检验。国民党无参加海峡论坛，敢若有新党主席吴成典、甲亲民党党务顾问李建南等等一家人去参加。吴成典致辞的时阵讲，支持一国两制甲台湾方案。因那李建南是讲，伊对得起家己的良心，毋是反背台湾，还佫对中国军机扰乱台湾有无共款的解读。我们要去除一国两制、和平统一的污名化，进而来推动台湾参与其中的保台、立台、两制台湾方案。台湾有一个笑话叫鸡飞狗跳，就是大陆的军机来飞，美国的走狗在跳，这叫鸡飞狗跳。今年海峡论坛，洪认为是上无精彩的一届。汪洋头一届无亲身参加，去用解读做重要性降低。学者指出，中国讲究层级相当，咱若针对台湾民意的趋势，北京一定要做检讨。如果还是持续过去这种所谓大统战、大交流的思维，我想北京既不了解整个两岸交流现在的氛围，恐怕也低估了台湾人现在对于中共这种统战的警惕跟这种防堵。21早起，吴成典甲李建南等等一家人返来到台湾，准备过24天。针对引起的争议，李建南强调讲，亲民党一向基本的立场都是希望以沟通来化解双方的误解。记者综合报道。前线直接看来关心疫情爆发了后，越南新密吉达也伫封锁，佮加上即马国际航班拢无飞，所以伫台湾找到的失联移工就无法度互因遣送转去。也毋过即马移民署还佮驻越南办事处甲外交部做伙协调，昨昏是用专机甲290个移工送转去越南，通互因下赴过中秋。清风雨伞挂嘴暗，即个排队等样体温的，拢是等待被遣返的外籍失联移工。伫新冠疫情爆发期间，飞往越南的班机减少，滞留伫台湾的失联移工，只会当以补空费的方式遣返回国。所以伫帮处长空费各不足的情况，造成移民署收容所人受满的困境。越南自3月底开始实施国境管制措施，伫疫情得到控制之下，自5月底开始陆续安排专机来台接转去越南籍人士。移民署甲驻越南办事处也争取将这移工搭伫返国名额。21有290人坐专机转去。那我们希望在中秋节之前，让他们能够顺利平安的回到越南，跟家里的人团聚。所有的防疫工作我们都
按照疫情指挥中心的一个规定，那么在今天出手之前，我们也一样有在做一次的一个量测体温，做各种的一个监测。为了控管现场约300人，警方出动航警局特殊警务警力严持戒备，一边数警员也替所有义工量体温，避免防疫出现空棚。会机场体系更加是全面应战，会当让义工下昼2点前准时登机，顺利完成一般的遣返任务。记者综合报道。2018年2月份，香港人陈东家涉嫌伫台北甲伊女朋友刣死，死者老母寻求台湾甲香港司法的互助，落尾是演变作官商中运动。本地陈东家是因为被调罪去香港，出来了后，伊捌讲伊会来台湾投案，毋过甲单拢无效无实。死者老母是搁一摆呼吁陈东家爱赶紧来台湾投案。對陳同佳講啦，要人在做，天在看。看到查某囝相片，除了思念也是思念。嫌疑犯陈东家去年10月伫香港，因為洗黑真多刑滿出家了後，要伫媒體面頭前向潘曉穎的家屬鞠躬回失禮，佮承諾會到台灣投案。但11個月過去，頭一擺接受香港媒體訪問的被害人潘曉穎的母親，佮伫等待一個公道。我哋一路等，由去出獄喺舊年10月啦，咁到台灣大選啦。咁就跟住到農曆新年啦，都係跟住疫情之後咧，都係無了期嘅。跟住佢爸爸就話佢啦，講一命賠一命啊，就算啊佢台灣有死刑啊，個仔咧亦都係應該負責嘅。2018年2月，陳東家涉嫌伫台北甲潘曉穎刣死，甲伊裝佇行李箱內底拖咧行的畫面，互潘曉穎母親一直傷害，佇失去查某囝950多天。厝內底潘曉穎的物件閣保留的，唔敢單掉。為查某囝討公道是即馬支持伊的唯一力量。陸友會指出，台港已經建立單一聯絡對口，但關鍵伫陳東家敢有投案的意願。以目前的狀況來說，台灣政府是不可能到香港那邊去執法的。那目前看起來，香港那邊也沒有任何執法的意思，所以整件事情還是要看陳東家他個人有沒有來台灣投案的意願。那目前看起來，他似乎沒有真正有投案的意願啊，所以他當然不會過來啊。出家了後的陳東家行蹤真低調，自案件發生以來，香港無屬關浩明一直佇中央協調，對陸委會講法，關浩明講無留意到相關的信息，剛好講陳東家投案的意願無改變，伊會拍拼協助陳東家來台灣投案。記者郭燦平做整理報道。19日時，科學人雜誌伫 FB 頂頭大文講，市場若是參3百種，會當增加收益，而且佫環保，這是引起民眾的不滿。科學人雜誌雖提供這是農委會的廣告，嘛遂甲這個廣告提掉。若農委會的主委陳吉仲昨昏是出面駁回講，官方只有提供專業的資訊，互科學人毋是提供這個惹事康的話。19號科學人雜誌伫面冊鋪出大文，想要強調，咱國雖然將開放美豬來台，毋過國內有緣禁止豬農使用3百種萊克多巴胺，也毋過大文的用字用詞引起爭議。講國內禁止是因為內豬無好食，也表示加萊克多巴胺會當增加收益佫環保。科學人美化3百種的大文引起讀者不滿，事後緊急撤掉，到處道歉起訴，並且表示這是農委會廣告有違反媒體倫理甲科學精神。實在不當，會將廣告費用退還給農委會。農委會絕對沒有提供所謂的萊克多巴胺可以增加收益，然後會有環保這樣的一個字眼。我這裡要再鄭重的澄清，我們只提供相關的專業的資料。農委會主委陳吉仲回應，爭議性的字唔是官方提供的資訊，也毋過使用公費買廣告，敢是適當。陳吉仲反過來問，即賣網絡假消息傷濟，敢講政府愛束手無法度咧？假消息、假訊息太多了，排山倒海而來的時候，我請問大家，難道農委會就是要束手無策嗎？學者認為，事件上大爭議無佇媒體接受廣告業務，但是這個大文根本就無公布，這是政府導航的宣傳。坦
到这个讯息上，它并没有明显呈现说这个是一个广告赞助的讯息。那虽然它在文章的最后有 tag 那个动植物防疫检验局防疫小煎饼，但它并没有标示是一个赞助文。那对于一般的读者来说，事实上你其实不知道这个是受到这个广告赞助的内容。依据预算法62条之一规定，基于行政中立维护新闻自由，公部门编列预算办理政策宣导，应该明确表示袂当对立性行销。另外，科学人小编朴文晴，农委会敢是有先看过要发布的内容。防检局官员回应，当初有将 QA 内容模式提供给对方做创意，制作符合读者胃口的答文。未来会个检讨流程，谨慎处理。记者综合报道。经济部发布8月份外销订单是连续6个月的正成长，而且台票伫昨早盘就冲破29块，这是7年半以来上悬的纪录。不过，这是影响到台湾靠出口在趁食业、趁钱的基巨业。中有机械工会呼吁政府爱看顾新台票的变动。外销订单搁开红盘，经济部公布外销订单金额454.9亿美金，年增率13.6%，不止连续6个月出现正成长，也创历年同月新高，搁是民国18年以来历年同月上大起的幅度。跟上年同月比较的话，外销订单是增加了54.4亿美元，或增3.6%。1到8月外销订单金额是3137.2亿美元，较上年同期是增加了102.8亿美元。经济部表示，8月订单仍继续增加，除了载体经济、远距商机、甲5G通信、高效能运算等新兴科技应用需求增加，佮加上消费性电子产品上市比回增温，带动晶圆代工 IC 设计、记忆体、印刷电路板等接单真旺。因为过去可能有一些产品是在海外出口，但现在都把产线移转回来，在台湾进行组装，所以台湾呢，特别是在这个高科技产品这一部分的订单跟出口，我认为会持续畅旺。另外，新台币换比金汇率21收盘价29.158块，虽然贬值0.6分，不过事实上1早盘开盘不到15分，都升破29块，冲破央行总裁严金良风扇。互以出口为主的工具机产业压力增加，机械工会呼吁政府启动台币防务性贬值。厂商这个不管是在汇率还是在关税的部分，其实都是我们竞争对手国家。如果这些出口厂商的国际竞争力都降低，不再买你的设备，流失了以后，它不会再回来。伊表示，新台币汇率升值已经互新台币甲韩元之间的竞争力上差10%，也互台湾机械产业伫国际上面对韩国厂商竞争压力愈来愈大，也是国际竞争力流失，就袂当翻头。希望政府应出手协助来提升竞争力。记者综合报道。在地上大条镜头来台东。台东的地上本地想要甲拍远几60年的公有农地摕来做太阳能的发电，不过农委会无同意。落尾即马乡公所已经改变想法啦，打算要甲这块地摕来发展高端的农业。想要将省道台20卡线两边用来起太阳能供电，台东离上乡公所希望会当活化可能无用数十年的公有地，相关议题也一度引起民间讨论的议论。只不过即马规个计划拢需要划停。准备动作都有做哈，它的那个农地变更的调检啊，把太阳能光电这一项删掉了，所以今年7月7号以后就不能送件了。农委会指出，确实伫7月17有公告修改农业用地设置太阳能供电的相关规定，不过这个案件无法度过关，主要原因是因为被划设做特定农业区。里面的法规原本就已经有所谓的特定农业区是不能变更的，多数是特定农业区，本来是要做农业的特定专用，在法规上就没办法允许它做变更啊。当它的土地是一般农业区，我们是没有限制。农委会不同意，那就没辙了。光电如果不行，就是做看高端农业还是什么温室农业啦，或者说旱作的一些农业，看有没有要投资啊。乡长指出，这个可能无用的公有地离北龙大道。金城武树顶景点拢有一段距离，未破坏周残的美景。可惜政定计划也是爱取消。那未来也是会继续推动农地活化，比如像高端农业，也是搁找其他适合的做法进行发展。记者综合报道。
台南的沙巴甲今年受疫情影响，海外订单减少，咱国内需求嘛无遐大，所以产地价销并无好。毋过伫北部的菜市啊市场内底买，同款是贵松松，出现这款价销乱糟糟的情形。渔业署昨昏是专工去台南了解，希望要改变行销的方式。渔业署副署长林国平、甲立委陈定辉，还有台南市议长郭信良做伙咧食沙白鱼。台南安南区市的毛沙白啊，即马当着时，不过今年受到疫情的影响，国内外的需求减真济，地区产地价销一台斤平均落3块至4块，价销也无够成本，互饲鱼仔的渔民陷入困境。只有在池边价，它有这种问题，有高有低。但是在末端的售价，它还是一样同样的一个价格。那政府有没有试着去了解到这个它整个产销状况到底是出了什么问题？这些获利到底都是到哪里去了？产地价销明明有落，不过市场的价销所拢无震动，互民众嘛无啥想要买，地区产销失去平衡。农委会渔业署日前去台南市安南区听渔民的心声。我们除了这个内销的举办一些促销活动以外那我们对于像国营企业啊或一些团体的一些团购我们到目前为止虱目鱼肚已经这个卖出去累计50万片，我们会继续的往前走。除了透过农会渔会系统，甲毛沙白卖互国营企业的员工，渔业署嘛推出外销的补助。另外，这个会刊嘛决定采用民代意见。甲用过产地促销的方式，改做伫个人口较侪，而且交通较利便的市区甲外县市来促销，希望互消费者直接看到台南毛沙白的优点，来带动市场。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市政府本地是要求讲，大楼若是超过11层楼啊悬，而且已经起15栋以上，伫年底之前要完成外口壁的检测甲申报。毋过，这款大楼伫台北市有4000多栋，检测人员却无到600人。全呢，这个计划即马是完到明年，目前会先辅导，明年会先针对公共的建筑物大型处理。大楼外进行征收纠配工程，因为外墙若讲有太落落来讲着人，效果就严重。全台各地外墙需要征收的大楼未少，像北市府原本要求全市11层以上、厝龄15年以上的4000多栋大楼，年底前完成外墙检测甲申报，无完成者相当开罚5万。因为目前检测人员无够600人，检测单位也加强开班，希望第一时间补助电力。如果是以屋龄跟那个楼高为标准的话那当然就不是说有哪些现象。协会表示，真侪老旧大楼的经费不足，甚至有大楼主委清洗，已表达不满。对此，北市府强调，今年将将款开发继续辅导，明年先针对公有建物进行处理。年底前会还是辅导，不会说就罚款。那明年开始，我们大概原则上就是针对公共建筑物、公有建筑物，要优先由公有的建筑物来做改善。都发局强调，已经甲检测单位协调，过去疾病方面，一摆的检测费用确实已经起到120至180。考虑大楼管委会的负担，甲主会的连带责任，所以今年继续辅导逐步改善。记者综合报道。地方放送头，镜头来婚林好买的乐龄中心，逐礼拜二，亲像今仔日就会安排轮椅太极拳的课程。透过老师的指导，大家坐伫轮椅顶头拍太极拳，互老大人甲身心障碍者会当振动身体，保持健康。侪人坐伫轮椅顶悬练太极拳，这是婚林好买乐龄中心逐礼拜二的课程。对咱这高龄者还是身障者是真好一种运动。你像我中风10年，我来这比去病院做复健，更较好。长辈练了嘛，感觉真有效果，除了活动筋骨，规个人也拢较快活。老师表示讲，年岁大脚较无力，也是会使使用顶半身来运动，太极拳就是真好的选择。做完的时候，你全身都流汗了，因为你的气也是在体内在动。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课程，让我们的身心灵放松，因为他的动作很缓慢，不会说很激动的。年纪大了，膝盖不方便，脚力不够，脚力不够呢，并不表示说就不可以运动，所以用坐的，然后用上身、腰部，还有这样子来腰的旋转，还有手的运动。
增加他的肌力还有灵活度让老人家里面这样血液可以循环比较舒畅。福美老龄中心表示讲，这个课程已经开一档啊，因为老人家新长者平常时较少活动，希望透过这个运动增加因的血活量，提高免疫力，嘛保持身体健康。记者综合报道。苗栗后人甲通宵的海墘仔，拢发现保育类的动物靠大死亡的情形。后人是发现石龟死亡，若通宵是发现一只保育类的海猪死亡。一只真大只的海龟，去用发现绑伫海沙堡顶悬，规分尸空碎了了。海巡警官赶去现场处理，发现讲是第一级保育类的石龟。甲壳长度为90公分。海巡警官详细量伊的寸尺，确认是已经大只的石龟。20尾暗5点外，海巡接到民众报案，伫后人的海保沟海墘仔发现这只已经死亡的石龟。专家为外观研判，初步推测，致死于死亡的主要原因，就是龟壳顶悬的伤痕。食物不见的话，他们就必须要再去找其他地方，那这对他们增加他们被渔船打到的机会又增加了。所以你看，今年的死掉的海龟数量都比往年还要多。学者表示，石龟大部分生活伫平湖、兰屿等等的海墘仔，大只了后主要是食草蛎。也若会伫苗栗后人的海沙堡靠大，可能是因为海水暖化，致使因找无食的物件，才会伫四界找食的过程当中受伤。另外，同一暗，伫通宵的白沙屯渔港，海巡警官佫发现有鲸豚靠大，是第一级保育类的露脊属海猪。最近几节长咧交替，互发现靠大的频率嘛加较悬。沿岸还有澎湖、还有马祖、还有金门都有他们的搁浅的这个记录。姚秋如表示，从1994年开始登记的观察，露脊属海猪伫台湾靠大的案例内底，大部分集中伫嘉南到台南之间的海域。伫东北季风较旺的秋天甲寒冷，发现的案例会较侪。也若即只海猪互发现的时阵已经长起来，推测已经死亡一段时间。也若露脊属海猪，大部分是伫较浅的海域活动，生存的危险嘛袂少。食物减少、疾病、寄生虫等等，这个都可能造成它们虚弱，以至于搁浅。那人为的因素可能就有很多面向。学者表示，即个靠大死亡的案件，到底是人为影响，还是自然死亡？要等解剖了后，才会当查清楚。记者综合报道。2005年，内政部公告做国定古迹家己旧家乐，即马是头一摆开放专区，予民众参观，希望透过展览，予民众了解内底的世界，嘛知影建筑物保存的价值。因为他们就是希望说，大家出去不要那个联络。透过经行人的导览，民众会当更较了解家乐内底真正的生活。家己旧家乐即阵仔专区开放，外界会当来参观这座日本时代就起好的历史建筑。就是讲知影这个所在发生什么故事啊？就是迄犯人的生活是像安怎啊？伊是安怎倒安怎生活啊？1922年启用的家己旧家乐是迄当阵的受刑人家己起的。这种宾夕法尼亚形体的四型家乐建筑，目前全世界敢若剩2座，而且家己这间阁是唯一原地保存。古色古香啊！1912到即摆要8档啊！看得袂歹啊！每一个所在应该拢要有家己会当讲故事的所在。我希望讲这个上感觉这个所在会当留落来，会当互更较侪属于这个所在的故事会当讲出来。除了家家本本的导览，主办单位嘛邀请剧团举办实际体验活动，让民众亲身感受家家内底的生活。照见这毋是讲美学物件，就是讲伊即摆设计，你搁互伊体验，你看而且体验迄个过程，我是特别鼓励讲这套物件，这种模式还搁继续落。这种感受绝对会比你比人用讲的啊，是你看文字啊，是影像来了搁较深，来了搁较有较家己的感受。主办单位表示，一间一间的房舍，毋但会当展览艺术，嘛会当当做工作室来使用，打破民众对家家干那咧关人的印象。嘉义市文化局表示，嘉义旧家乐是国家特有的文化资产，每年台湾的设计展，才会是一个真重要的展览会场。记者综合报道。为着推广武艺，屏东县德田乡公所甲逐礼拜三定做武艺日，民众只要去办公讲武艺买通。未来乡公所打算搁要请会晓原住民语、越南话、印尼话的志工来加入，打入多元友善的武艺环境。带人嘛，哎呦，带那个带过来。
屏东县的产乡公所的办公人员讲，企划向客家乡亲解说申请作业。逐礼拜三，民众只要行脚到的产乡公所，就看到工作人员穿一领粉红色的制服，顶头写“爱讲客”，鼓励乡亲讲母语。只要你来这边洽公，你讲客家话、客家话、讲河洛话、讲原住语，还是讲所有的新住民的语言都可以。根据中央研究院的研究，屏东县的产乡有7成的庄头拢是讲客语，3成讲台语。为着鼓励民众较接讲母语，推广在地文化，的产乡公所就甲逐礼拜三定做是的产乡的母语日。母语日啊，欢迎大家来的产乡佚佗啊，来讲咱的母语。讲母语当着时，的产乡公所拍算未来，请会晓讲原住民语、和越南语、印尼语的志工，和妈妈的话语，会当自然存在伫咧咱的日常生活，真做日常的代志。记者综合报道。再去看世界，咱来去看讲，因为即马疫情的关系，无法度坐飞机出国，所以今仔出国的行程即马是真热门。伫泰国航空就甲家己员工食饭的餐厅，即马改合作航空主题餐厅，希望讲会当互民众伫坐飞机食饭的感觉。人客行脚到，除了食物件，要入去餐厅进前，爱先爬楼梯，就亲像登机共款。若这座位嘛，亲像伫飞机内底座位，而且机长会徛伫门口口，对你讲欢迎。真久无出国，敢会思念伫咧飞机顶悬食饭。即马泰国航空互人毋免出国，买当食到飞机的餐。泰国航空甲万国总公司的员工餐厅改做航空主题餐厅，初三开始对外营业，讲要让人客感受到第36000英尺关岛顶悬食饭的感觉。เราก็ประทับใจตั้งแต่ตอนที่มันทำทางขึ้นนะครับมันให้ความรู้สึกเราเหมือนเวลาขึ้นเครื่องบินเลยครับแล้วที่น่าตื่นเต้นก็คือแบบเหมือนมีกัปตันมาคอยรับเราไม่เคยได้รู้สึกว่าแบบได้รับบริการถึงขนาดกัปตันมาขนาดนี้ครับกัปตันมาต้อนรับแอร์โฮสเตสมาเราก็ไม่รู้สึกว่ามันไม่ต่างจากการขึ้นเครื่องบินเลย真特别的是，头顶舱甲上部舱的岛仔，佫是用飞机引擎的零件来改造的，互人会当完全享受伫咧飞机的世界内底。这个消费嘛无贵，一顿的价小伫咧3块至5块美金，超市新台票90块至150块地当享受。同款是上阵今仔出国的旅行，奈及利亚首都阿布贾嘛有一间飞机主题餐厅。It's actually good. It's more. It looks like a private jet here. Like I'm actually on a private jet. 这间名号做都会航空的餐厅，装潢设计真特别，有电机门，嘛有这种拿像客舱的椅仔。就连员工出入这款物件的所在，嘛特别搭驾驶式的壁纸，替人客来打造拿像真正伫咧飞机机舱内底的感觉。这间餐厅上价消费2000奈拉，超市152块新台票。对这种真瘾坐飞机的人来讲，算是付得起会当过瘾的餐厅。都会航空8月中开幕了后，大家拢有吃饱的人客，成功创造话题。业者计划要开分店，希望这个今仔出国的流行会当推广到全国各地。记者综合报道。环境爱关心，咱来关心今年7月份伫非洲南部国家坡扎那发生超过300只象集体死亡的事件。经过调查，即马发现是象在啉水的水窟仔内底有毒素。非洲南部国家坡扎那野生动物官员日一表示，今年7月初，互保育人士捡到而且超凡的象集体向公司的状况，发现是水里细菌、纳入做产生的毒素所造成的。另外，死去的象数量已经到7月份的281只，增加到330只。A diagnosis of neurotoxic cyanobacterial poisoning from seasonal water plants has been made relating to the elephant mortality in Botswana that started April of this year. 纳入做是一种水泥结块的微生物，有当时嘛会伫咧土肉当中发现，毋是所有纳入做拢会产生毒素。毋过科学家表示，对气候变迁、全球温度变悬，有的毒素产生的频率会增加。今年7月份，坡扎那保育人士坐飞机经过乌卡万哥三角洲的时阵，发现水窟仔附近有象的尸体。另外，佮看到有的身体已经变硬，有的面向涂骹，迄当阵就专家怀疑讲是神经中毒。Isolation of cyanobacteria in our freshwater system is a concern because it has the potential to negatively impact on our wildlife population.
毋过科学家目前也阁有真侪所在想袂通，譬如讲是安怎干那枪死去，阁有是安怎拢发生伫咧乌卡万哥三角洲甲其他北部的地区。野生动物官员表示，目前会积极监控，必要时阵会采取一寡措施，以防更较侪枪中毒。根据联合国政府之间气候变迁专门委员会 IPCC 的资料，非洲南部的温度变悬的速度是全世界平均大概2倍。因为偷猎捕的关系，非洲枪的数量长得减少。波扎那是非洲野生枪上大的生态地之一，枪的数量超是13万只，占全非洲的1/3。记者综合报道。天气报道在，做伙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的温度上加24度，上悬33度；中部的温度上加25度，上悬34度；南部的温度上加25度，上悬34度；东部的温度上加25度，上悬32度。外岛的温度是24度到31度。感谢乡亲收看今日的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祖，将真顺心，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会。大江讲一句，台语有意思。大江一句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焦挂先。今仔日要甲大家介绍的主题是祭开秋分。秋分汉字写作秋分，罗马字写作此有秋，好运分。秋甲分拢是第一条。祭开来到秋分的时，秋天已经过一半。秋分这天日时甲暗时的时间平长，所以俗语讲春分、秋分，每日对分。这天过了后，日时会愈来愈短，暗时会愈来愈长，天气愈来愈凉冷，寒人豆豆啊来啊。秋分这时气候是无算热。嘛袂讲介寒，人讲28乱穿衣，就是讲旧历的2月甲8月，天气较无稳定，一天内底有时热有时寒，早暗的温度真差较济，要穿长袄也是短袄，就会互人真歹选择。秋分另外一个特色是热人的单位声较罕你听到，四季迎迎飞。袅袅趖的桐花，嘛美起来准备过冬。这个季节物产真正丰富，除了切啊当咧挂，海里阁有无共的鱼阵收来台湾西部沿海。若讲到果子吼，鱼啊豆豆啊长红，软软甜甜真好食。俗语讲鱼啊若红，罗汉脚就目可红。是安怎遮好食、遮水的红鱼，会互人心伤美丽？早期汉人渡海来台湾的，拢是查甫人。若是无甲有参远的北部族女性结亲情，都定会无厝通住，只好困庙里，特别是困伫18罗汉的脚边。毋只，互人叫做罗汉脚。秋分过，鱼仔红，天气开始变冷，遮无母无狗，有路无厝的罗汉脚就会真艰苦。
毋则人会讲鱼啊人，罗汉骹下着目眶红。六秋分，第五，端午，28乱穿衣，春分秋分，明日对分。鱼啊若红，罗汉骹下着目眶红。天气凉凉，等收成的秋天是我足介意的季节。今仔日大讲一句就讲到这，鸟挂先，我要来去散步咯。多谢观众朋友收看，咱后摆再会。好，来，好。